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2，箴言28章25節安尼講：貪心的人起三錢，若是倚靠耶和華的，要得到豐盛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無貪心，倚靠你來得豐盛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，你用大能的手天開在天，用智慧設立地的根基，日頭、月亮、甲星辰，攏因為你的話來建立。山嶺、洋海、甲大地，攏彰顯你的榮耀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供應者，阮一切的好處，攏在佇你。主啊，願承認家己的軟弱，有時會受世界吸引來貪愛一切，結果攏是虛空。主啊，求你教導阮通知足，互阮無受世上的憂慮甲貪念捆綁，來專心仰望你的恩典，因為貪心的人會起三錢。若是倚靠耶和華的，要得到豐盛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